大大隻嘅海綿寶寶，仲有加菲貓、M&M 等角色先後登場。西九文化區星期日舉行 Merry Balloon Parade IP 角色氫氣球巡遊，唔少大人帶埋小朋友到場觀賞。卡通角色氣球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出發，沿住海濱巡遊到去 M+ 博物館。Lulu 豬打頭陣一出場，觀眾就一邊歡呼，一邊忙住打卡留念。海綿寶寶同粉紅色嘅愛心小熊都十分之受歡迎，有小朋友就希望出年可以繼續舉辦類似嘅活動，有大人卡通迷就認為活動吸引，期望未來加入更加多人氣 IP， 例如似卡哇，並且加強推廣。本地 IP 如果要吸引啲嘅話，我諗就都係靠翻政府多啲宣傳。如果唔係，可能例如你熊貓咁樣，大家未必即係唔知你代表緊邊隻熊貓咁樣嘛。主辦方公佈今次活動有4個展覽區，展出一共16個國際同埋本地嘅 IP 巨型氣球，大細大概係5米乘7米。